好多香港街坊問喺中山住，生活究竟方唔方便㗎？咁依家咧我就嚟到中山啦。雖然咧呢度比唔上香港嘅嗰種國際一線城市嘅繁華，但係生活配套都係好方便㗎。敏捷感受國際化城，地處中山、坦洲、近鄰珠海，可以享受中珠雙城嘅配套設施，更係一座千畝湖居大城。買樓唔單止係選擇一個居所，更係選擇一個屬於你自己嘅生活方式。日常買餸行街咧都唔使走太遠㗎，約1公里就有1+1核心百貨、超市、餐飲、茶飲、藥房等配套非常之齊全啊！屋苑入邊仲有5萬平嘅環湖商業街、錢大媽、大型超市、便利店、各類嘅餐廳都有。社區內就可以買到所需要嘅用品，約4公里咧就可以去到優越城，食玩買一站式搞掂。想有更多購物選擇，揸車約7公里到珠海嘅華發商都，約5公里就可以到達山姆會員店。日常購物、休閒採購都好方便㗎。屋苑入邊更加係驚喜滿滿啦！中意運動，4公里嘅環湖跑道任你跑。全民運動公園仲有各種玩樂同埋運動設施，大人細路仔都可以盡情咁放鬆。7000平嘅商業體會所、健身房、雙行溫泳池、瑜伽室等休閒設施一應俱全。揸車就可以去到中山，可以浸個溫泉放鬆一下。小朋友最中意嘅奇趣樂園同埋運動設施，大人細路都可以盡情咁放鬆。醫療方面，約1公里內就有2甲坦洲人民醫院。老人家睇醫生，細路返學都唔使奔波，想靜靜地就可以去到湖心景觀陽台、垂釣平台，嘆住湖景放鬆身心。重點嚟啦，各位香港街坊留意啦，感受國際花城5期2區3棟正式加推啊！前排位置，並且咧雙景視野非常之開揚啊！南向望300畝原生大湖，碧波盪漾盡收眼底；北向攬社區中心園林4季街景，每日起身都有好心情。今次加推嘅戶型真係好實用又舒適啊！5期2區嘅另一戶型，建築面積約1366尺嘅，咁佢做到3房2廳2衛3個陽台啦。多一個陽台，佢嘅晾曬空間同埋南北對流、南北通透都係非常之開揚㗎。5期2區嘅03、04戶型，建築面積約1190尺，做到3房2廳2衛2個陽台啊，空間實用，採光通透，無論係小家庭自住啦，或者係週末約親朋戚友聚會啦，都係非常之夠用㗎。仲有5期2區3棟02戶型，建築面積約1487尺，3房2廳2衛3個陽台，闊綽空間設計啦，南北通透，雙景視野更加開揚，適合大家庭嘅居住。雙城繁華，配套齊全，生活唔使將就。頭排雙景戶型數量有限，輕鬆開啟理想嘅生活。想了解嘅朋友們，記得評論區留言，呢個樓盤值得你親身過嚟了解一下㗎。